2025年11月5日和6日，超級滿月許願法。超簡單：一、洗乾淨錢包，用沾水的布擦就可以，用酒精擦也可以。二、用鹽或者醋塗在自己的身體上，再用沖澡沖乾淨。三、刷牙。四、觀想，就是想象自己身上阻礙自己財運、桃花運、健康運、交友運、考試運的黑氣背水沖走。以上一片就好。原理解釋：本次滿月為何是超級滿月？因為是牡羊座滿月加人水虎日加荷尼故鄉星的三重結合。滿月就是月亮變成圓形，在12星座理論中一年為一個循環。那人水虎日和荷尼故鄉星又是什麼？人水虎日是中國古代的算法，用在八卦、紫微斗數、北斗七星的理論中，是專門掌管招財加其他運勢小幅度提升的日子。這天用水沖洗自己的身體、牙齒、錢包，就能讓財運如同流水一般湧入你的生命中。每60年一個循環。荷尼故鄉星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曆法紀年，印第安人這天會放生、撫養、餵食物給海狸，讓海狸收足更大的木質籬笆來防止洪水和土石流，讓美洲人的農業繁榮，部落平安。每4年一個循環。今年的10斜線5至10斜線6就正好是這3天的重合，所以月亮才距離地球那麼近。請大家抓住機會，趕快去做上面教的方法吧。最後祝福你的願望立刻全部實現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